入面再送3.7平方，加埋呢個位置8個平方，外邊嘅陽台有3.5平方啊！呢啲都係贈送嚟嘅，15個平方白送俾你。咁呢個就係你廚房嘅位置嚟啦，廚房比較係做成長方形嚟嘅，採光碼可以嘅。咁呢度大廳同餐廳嘅位置，開間都有4米啊！外邊嘅陽台睇園林景觀嚟嘅。呢頭係107平方個4房嚟啊！樓間佢都好大嚟㗎，咁我哋入嚟睇下入邊個房個空間先。呢度有個細個房嚟嘅，咁呢邊就係一個公共衛生間嚟嘅。嚟到嗰邊係小朋友個房，呢個空間大好多。咁主人房係嗰邊嚟㗎。其實戶型係中規中矩，其實戶型還算可以嚟㗎。咁107平方有2個戶型嚟嘅。咁呢套戶型係相對比較厚啲嘅，價錢喺12,000到13,000咁嘅價錢，精裝修加輔導俾你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啊。